如果遇到可以不勞而獲，你係瞓身去搏，定係諗下啃唔啃得落？咁究竟係有肉唔食罪大惡極啊，定抑話係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呢？如果喺生活中遇到呢啲疑惑，或者可以喺我哋嘅歷史入邊嘗試揾揾答案。譬如話我哋今期講到嘅廉頗被逐。上幾期我哋就講咗好聽勸嘅趙惠文王啦，自從啟用咗藺相如同埋廉頗之後，趙國亦都越嚟越好，終於有少少力量可以同秦國去咬手瓜。隨後亦都相繼發掘咗好多嘅人才，譬如話趙車同埋許力。但係可惜趙惠文王冇過幾年之後啦，去到公元前266年就因病過身，與世長辭。咁就由佢個仔趙丹呢係匆匆登上大位，後世我哋就將佢稱之為趙孝成王。孝義個孝，成功個成。由於登基嘅時候，孝成王喺禮制嘅層面呢，就仲未實行官禮。簡單啲講呢，其實佢都仲未屬於係成年嘅，所以趙國嘅朝堂大權暫時係由趙太后去執掌。咁而趙太后呢，亦都任命咗平原君趙勝作為宰相。咁過咗1年之後，趙太后亦都離開咗人世，而趙孝成王亦都正式咁樣開始執掌趙國嘅朝政。喺呢幾年嘅時間入邊，秦國其實一直都冇偷懶，陸陸續續都對周圍嘅國家發起咗攻伐，當然亦都包括埋趙國。咁去到公元前262年，秦國呢邊嘅一位猛人武安君白起啦，喺佢嘅帶領之下，向韓國發起咗進攻。大家都知道啦，白起係歷史上有名嘅殺神，佢用兵非常之犀利，佢率領嘅秦軍所到之處可以話勢不可當，好似秋風掃落葉咁樣，唰一聲可以話攻無不克嘅。所以好快，韓國嘅戰略要地野王亦都俾秦軍佔領咗。呢個消息傳到嚟趙國之後，趙國嘅朝堂可以話瞬間亂作一團，因為大家都知啦，趙國同秦國其實一直都係接壤嘅，韓國有問題，好快可能就會去到趙國。呢個時候，韓國上黨郡嘅郡守叫做馮亭，馮係2點馬，亭呢就係嗰個涼亭嘅亭。咁馮亭就企喺城牆上邊，望住遠處嘅硝煙，眉頭可以話扭埋一住，眼神入邊亦都充滿住焦慮同埋無奈。因為隨住野王嘅失陷，上黨同埋韓國嘅本土聯繫可以話完完全全切斷咗，而且秦軍嘅形象一眼係望唔到盡頭，更何況每日都有新嘅部隊趕嚟補充，秦軍嘅攻勢亦都越發猛烈。馮亭心入邊好清楚，韓國呢個時候已經完全保護唔到上黨噶啦。咁如果單憑上黨一啲咁多力量呢，根本亦都擋唔住秦國嘅鐵騎。於是乎，佢亦都召集城中嘅官吏同埋百姓代表一齊商量對策。大家圍埋一齊，個個都面色凝重，唉聲嘆氣。馮亭就諗咗好耐啦，慢慢就話：大家都睇到啦，如今去新井嘅路啦，完全就已經俾秦軍切斷咗，何況佢哋一日一日咁樣逼近，唉。韓國已經救唔到我哋噶啦，以我睇啦，我哋倒不如依附趙國。趙國如果係接納我哋嘅，秦國肯定會攻打趙國嘅。咁如果趙國遭受秦軍攻打，肯定就會同我哋韓國咧去親近。咁韓趙若果可以聯合起身嘅，話唔埋都仲可以抵擋到一下。大家聽到之後，雖然話覺得呢個計劃好冒險啊，但係實在亦都諗唔出有更好嘅辦法，咁就唯有紛紛咁樣都點頭同意啦。馮亭派使者快馬加鞭，日夜兼程咁樣趕去趙國。使者一路風餐露宿，終於去到咗趙國都城邯鄲，見到咗趙王。使者恭恭敬敬咁樣呈上咗馮亭嘅書信，就話啦：趙王，韓國就守唔住我哋上黨噶啦。本來呢，我哋亦都打算係獻俾秦國嘅，但係上黨嘅百姓同埋官吏啦，一心亦都向住你哋趙國，唔願意做秦國嘅子民。我哋上黨有17座城邑，願意不恭不敬咁樣誠心獻俾趙王你嘅。趙王聽到之後，首先就牛咗一牛，跟住落嚟心入邊就開心啦。哇，咁筍，17座城池隨街跳，呢份大禮啊真係傑喎。但係孝成王亦都知道事關重大，唔夠膽咁輕易就做決定，於是就即刻揾咗平陽君趙豹過嚟商量啦。趙豹一路聽呢件事嘅經過，一路個面色就越嚟越難睇。聽完之後，佢就皺住眉頭，慢慢咁樣同趙王講啦：啟稟大王，聖人常言道，平白無故得到嘅好處，背後往往都有大禍噶。孝成王聽到之後，覺得有啲哽耳啊，問翻佢就話：乜嘢平白無故啊？佢哋上黨百姓仰慕我仁德，點可以話平白無故呢？趙豹好叻啊，冇落答，佢繼續就話啦：
秦國咁多年以嚟一直都蠶食緊韓國嘅土地，故意要將上黨同埋韓國嘅本土隔開。本來呢，以為輕而易舉咁樣就可以攞到上黨，但係韓國唔將上黨俾秦國，分明就係將個禍患推俾我哋趙國啊！嗱，你試諗下，秦國啊辛辛苦苦咁打仗，我哋趙國就坐享其成。如果係咁，秦國嗰邊啊梗係 call 鬧嘢啦。而且你諗諗，秦國嗰邊咁強大，都難以從弱小嘅韓國手入邊輕易得到上黨，咁我哋趙國又點可以輕輕鬆鬆咁樣守得住佢啊？細心啲睇，呢個唔係17個城池隨街跳啊！依老臣睇嚟，大王，我哋唔可以接受上黨啊！趙王聽完之後，心入邊啊真係15、16啊，唔打唔舒服。平陽君趙豹咧講得句句在理，但係17個城池喎，你諗下17個城池喎，誘惑真係實在太大，所以佢實在係唔捨得放棄。趙王就唔甘心啦，又揾咗平原君趙勝過嚟商量。平原君一聽到之後呢，哇！對眼即刻就 bling 咁一聲閃住光芒咁樣興奮話啦，哇，不得了啊，大王，呢個簡直就係天賜良機啊！上黨嘅百姓主動歸附，如果我哋將上黨納入版圖，趙國嘅實力一定大增嘅。再講啊，如果我哋山閘嘅上黨落入咗秦國手入邊，秦國嘅勢力就更強，咁樣對於我哋趙國嚟講，威脅咪仲大？趙王聽完平原君嘅說話之後呢，果然啊覺得啱聽吓，心入邊嘅天平呢就慢慢咁樣傾斜啦。最後佢亦都係聽從咗平原君嘅建議，就派平原君去到上黨接收土地。平原君帶住浩浩蕩蕩嘅隊伍嚟到上黨，馮亭就企喺城門口迎接啊，但係佢眼入邊完全都冇一啲啲嘅開心，反而滿滿嘅哀傷。平原君宣讀咗趙王嘅意旨，就將3萬戶嘅城邑封咗俾馮亭，亦都封佢為華陽君，又用3000個食邑封咗俾上黨嘅縣令，封佢為侯爵。而上黨嘅所有官吏呢，亦都連進3級。但係馮亭呢邊唔開心不特止，仲係咁喺度喊，因為佢覺得自己背叛咗韓國，實在係冇面接受呢啲封賞，亦都唔願意去見趙國嘅使者。佢長嘆一聲，悲痛咁樣就話啦：唉，我咁樣出賣主上嘅土地去換自己榮華富貴，點得啊？嗱，雖則馮亭係咁諗啊，但係事已至此，上黨最終亦都歸入咗趙國嘅版圖。過咗2年之後，去到公元前260年，秦國嘅左庶長叫做王闔，王就係3畫王，個闔字比較特別啲，左右結構，左邊係一個牙齒個齒字，右邊呢係一個乞衣個乞，咁粵語呢應該讀作闔。咁就同核桃啊、核彈個核啦係同一個讀音嘅。咁呢個左庶長王闔呢，就率領住秦軍好似洶湧潮水一樣呢，直撲上黨啊！唔係唔報啊，時辰未到啫。2年之後就嚟嘢啦。上黨嘅百姓啊，可以話手無寸鐵，根本就抵擋唔住秦軍嘅兇猛攻勢。佢哋拖家帶口、哭哭啼啼咁樣，紛紛咁樣逃去咗趙國。呢個時候，趙國大將廉頗亦都奉命喺長平屯兵，負責安置呢啲流離失所嘅上黨百姓。廉頗望住嗰啲根本望唔到盡頭嘅難民隊伍啊，心入邊就盡是悲憤同埋同情。佢好明白秦國嘅野心係唔會就咁滿足，一場大戰好似烏雲咁樣，已經慢慢咁樣籠罩咗喺趙國嘅上空啦。果然啊，王闔攻克咗上黨之後，馬不停蹄咁樣揮軍攻打趙國。趙軍呢邊倉促應戰，同秦軍多次交戰對壘，都贏唔到，全部都打輸晒，甚至呢仲損失埋1名皮將軍同埋4名都尉。廉頗見到戰場上邊嘅殘兵敗將，心入邊好清晰，秦軍嘅士氣正旺，如果正面交鋒，其實趙軍根本就唔係對手。於是佢就果斷咁樣下令，堅守不出，絕對唔會主動出戰，打算以逸待勞去拖垮秦軍。而講翻趙王呢邊，佢得知到趙軍連連戰敗，真係急到扎扎跳，佢連忙就叫咗2個大臣劉昌同埋虞興呢嚟商量對策。劉就係一座樓嘅樓啊嚇，昌就係雙日昌，虞興呢，虞就係虞美人嘅虞，虞姬嘅虞，興呢就係嗰個卿家嘅卿，卿卿我嗰個卿。咁劉昌就應召入宮啦。嚟到之後滿面愁容，皺住眉頭咁樣同趙王講：大王啊，而家形勢危急，臣覺得不如派使者去秦國求和，話唔埋可以避免更加大嘅損失噃。虞興聽到之後，我都未等趙王有反應，耍手兼擰頭咁就反對就話啦：大王萬萬不可，而家掌握住談判主動權嘅係秦國，秦國一心想打敗我哋趙國嘅軍隊。如果我哋趙國派使者去求和，秦國一定係唔會答應噶。
依神睇，倒不如就派使者帶住貴重珍寶去結交楚國同埋魏國。咁如果楚魏兩國都接受咗，秦國就會懷疑天下諸侯呢又開始合縱抗秦。去到嗰個時候再去和談先至有希望成功嘅。大王趙孝成王聽完之後，可能真係個腦袋唔夠用啊，覺得虞興嘅計策太複雜，花費又大，倒不如就直接去求和仲簡單啦。於是佢就冇聽到虞興嘅建議，就派咗鄭珠去秦國求和啦。鄭就關二鄭，珠係個朱元璋嘅朱。而秦國呢邊呢，老謀深算嘅秦昭襄王同埋應侯范雎聽到話趙國派使者嚟求和喎，兩個會心一笑，佢哋都心知肚明。趙國呢個時候求和，肯定就因為戰事不利。范雎聽到之後就開始暗自盤算啦，呢個確實係好好削弱趙國嘅機會。於是秦國就痛快咁樣接受咗鄭珠。趙王知道秦國接受咗鄭珠之後呢，心入邊就稍為踏實咗啲，以為和談就有希望啦。佢就好得意咁樣同虞興話啦：虞興家，你睇到未啊？秦國即刻就接納咗鄭珠啦。至於和談，睇嚟唔使幾耐都可以搞掂噶啦。虞興見到孝成王咁嘅樣，反而就越睇越愁，就對佢話啦：大王啊大王，今次求和肯定係唔會成功噶，而且我哋趙軍仲一定會被打敗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鄭珠係趙國嘅貴人，秦王同埋應侯一定會隆重咁樣接待佢。點解啊？就係向天下去顯示趙國唔打啦，唔得啦，打唔贏啊，要嚟求和啦。去到嗰個時候，天下諸侯見到大王向秦國求和，肯定唔會再去救援趙國噶。咁樣一嚟，秦國知道天下都唔會救我哋趙國，咁就肯定唔會同我哋和談啦。趙孝成王聽完之後根本冇當一回事，依然就沉浸喺成功和談嘅幻想入邊。但係秦國呢邊邊會理你啊？冇幾耐之後就傳嚟消息，秦國果然表面上就好尊重鄭珠嘅地位，但係根本就唔同佢傾關於趙國和談呢件事。喺另一邊上呢，秦國都冇吞撲噶，係咁繼續去攻打趙軍。廉頗就梗係唔理佢啦，繼續堅守不出。但係趙王就覺得相當唔好受，非常之嬲廉頗。佢覺得廉頗損兵折將，仲膽小如鼠，根本唔夠膽出戰，係咁派人去責備佢。所以話智者嘅觸覺相當敏銳，只有少少靈感俾到佢呢，佢都可以捉得住。咁就當應侯范雎知道呢件事嘅時候，即刻就靈機一觸，覺得有機可乘啦。咁就派人呢係帶住千金去到趙國去實施反間計。佢喺趙國嘅大街小巷都散佈謠言，就話啦：佢秦國邊度驚嗰個老坑廉頗噶？佢驚嘅係驚阿馬伏侯趙車嘅仔趙括啦。如果趙括做咗統帥，秦軍嗰邊就驚啦。調翻轉頭啊，個老坑廉頗好搞啊！而且睇佢嘅貓樣，好快投降秦國噶啦。趙孝成王本來就對廉頗好不滿噶啦，咁再聽到呢啲咁嘅謠言真係啱晒佢河車，佢又居然信以為真。佢心諗如果等趙括嚟做將領，話唔埋真係可以扭轉戰局噃。於是乎呢，趙王就決定用趙括去替代廉頗擔任趙軍嘅主帥。呢件事傳到咗藺相如耳中啊！佢知道之後呢，哇，真係不得了，1分鐘都唔想等，即刻就入宮勸諫，就話啦：大王啊大王，趙括佢淨係識讀佢老豆留低落嚟嘅兵書，唔識得靈活變通噶。如果我哋單憑佢嘅名聲就任用佢，咁樣就相當於攞啲膠水係咁以黐住琴腳，攞起就直接彈啊！咁樣一定會出事噶，大王。孝成王一啲都聽唔入耳啊，堅持就要趙括去統領趙軍。廉頗冇辦法之下，就只好交出咗趙軍嘅指揮權啦。呢個時候，趙括意氣風發咁樣去奔赴長平前線，殊不知一場決定趙國命運嘅慘烈大戰，正正喺度張開血盆大口，等住佢同埋趙國。今期我哋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嘅話呢，記得唔好孤寒，多啲投幣、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大家嘅呢啲操作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將我嘅呢系列影片啦，去推廣到更多人去睇到。咁樣嘅話呢，我哋嘅粵語環境就可以越嚟越好。多謝你嘅支持，下期節目見啦，拜拜。